好，1644年4月初6吼，我把音乐给停起来。好，4月初6，早起天光以前有地动吼，死呐，又搁弹雷，落大雨，透强烈的北风，安尼继续规工。下晡 ，Jules Van Bergen 带着派去北平巡视的迄队士兵转来咯。报告讲，拍落啊已经结束，先仔人已经离开腊场，一切状况良好。伊阁讲，当因去到马里干社甲好尾人社附近的时阵呢，听到伫顶一厝地方会议所有的事务，拢进行了遐尼好吼，遐尼得体吼，得体啦，这华语直接翻了吼。互每一个人拢感觉满意的迄寡理林社、多罗卡拉社、东达利瓦罗社甲西达利瓦罗社的长老吼，拢来到伊遐。请求互因会当含伊同齐来即个城堡来请求赦免因的过错吼，并且请求过错。我伫圣经内底有一个词叫做罪过啦吼，罪过啦吼，罪过，并且请求赦免因的罪过，并且请求互因会当含其他的村社共款受到荷兰人的保护。即个代志，伊毋敢拒绝，因此就甲因同齐拢甲因带来吼。要暗暝的时阵，叫迄寡长老来到阮的面头前，因陈述如上，就是因安尼讲啦吼，就甲顶头讲的即寡代志，佮讲一遍安尼。所以就甲因讲，将会甲因赦免，但是必须爱伫后一厝召开南区地方会议的时阵，该动搁较侪要员来参加会议。我记咱顶回读到迄地方会议详细记载迄篇吼，其实南区嘛有参加，但是敢若是来观摩安尼尔就对啦吼，坐伫较后面吼，坐伫算中一道长寮岛啊嘛吼，坐伫即长寮岛的较外面吼。好，讲安尼我咧摇啦吼，因后一厝会阁开一厝，就是针对南区的啦吼。所以伊讲后一厝召开南区地方会议的时阵，恁爱该动搁较侪要员来参加会议吼。迄当阵会当得体来处理因以及其他人的代志。即条得体，我是无解清楚到底什么意思，就是处理到足好势的款吼，并且爱交互因象征权力含已经和解的。权汤吼，各会记无汤吼？因愉快来承诺，将会安尼行吼，将会安尼做吼，就过时转去。好，咱再看以后因会来开会无？4月初7，凉爽的北风好天，早起接到网港来的消息，讲迄座 Villingen 碉堡，因为透风大雨以及迄个重悬的即个水流吼，已经大部分拢沉落去海里。伫个海水大淹的时阵，全部拢去互海水淹过吼。因此呢，已经无法度抢救到任何的石头，或者是其他任何有路用的物件。因若遮天才吼，来去起一个碉堡，起一个海水淹袂着的所在吼。下晡有2只细只篷船对安海来到遮，行李人 Soit 也公船前来，所在货物包括有60包甲箱的西菱、镜菱、尼龙甲麻布。即个尼龙是代表是，因为我较早学是尼龙，但是尼龙是化学的咧，迄当中哪有可能这物件吼？好，继续。
以及24锭黄金。即寡货物随着搬入去公司的仓库，以便明仔载来协助交易。即个协助交易，我是家己安尼读，我查一下看对无吼？洽购交易吼，即个可能爱监理店哦。我相信代理店是无即个事。好，洽购的洽，协吼，我都变掉协购吼。然后一只细只胖船载着本地的船出航前往时呐，载15个人，另外一只前往牛港掠鱼，载15个人吼，牛港过去兴达港遐啦吼。只有一个词叫尼龙吼，我来找一下尼龙，敢有可能找会到？代理店，这看卖无吼，尼龙，我来测看尼龙，无可能的代志哦，伊这个音是日本音。好，我来测一下测台语。测台语要安怎测呢？直接尼龙对应中文尼龙。哎呦 ，TJ 中台理事店哦，这是中台理事店2023年，这是新的迄本啦。啊，这本我无，我之前有看到迄3年哩讲有一本要送人，这本我无，所以我无法度选吼。432啊，尼龙正平吼 ，OK， 详细应该是无法度看到。好啦。有即本资的，才家己去选一个吼。中大艺术店吼，就是，看袂到。好，那其他咧，我用安尼做，我卡加一个弄哩。无，第5声的龙呢？嘛是无。容呢 ？JIONG，无。汉字高一字容字。JIONG 第5声吼，天鹅绒布花绒。第2物件切幼玉料的形状，比如讲玉狗、羊绒、鸡仔绒、菜头绒，你看无？物件切幼玉料的形状，应该是讲甲物件切甲足幼的款吼。绒啊，绒无啊，绒线、绒毯，无尼龙啊吼，无尼绒啊。好，咱转来第几只吼？4个8号，4个做8。有北风落雨的天，今仔日交易昨昏所载来所有的货物，总价是10962
其中5086里尔是支付24卡拉的黄金，有约800里尔是用货物交易，全部拢伫咧今仔日付清。今仔日有一只细只胖船对南方载盐来，载12个人。4月初9，有微弱的东北风，打扫炎热的天气吼。阴暗，快艇 Breskens 号甲胖船 Demon 号已经完全准备好，将会伫明仔载透早出航前往淡水甲归人。今仔日有2只胖船来到遮，一只是对南边的淡水载咸鱼来，载12个人；另外一只是来自烈士，载40担盐23个人。4月初10，今仔日早起，快艇 Breskens 号和胖船 Demon 号趁着热风出港前往淡水甲归人，载着石好、砖仔甲其他的需用品，还佫有约150个新仔人要去遐讨炭，就像讲伫即只讨炭安尼。有人是为着伫咧迄个讨炭，伊是写谋生啦吼。我是甲犯做讨炭吼，有人是为着迄个计划中的淡水的碉堡要去遐做工吼，因是为此特别被采用的吼，为着要去真适当来指挥上述的工程以及其他有需要的事务。队长本嘛同齐去遐，愿上帝带领因顺利航行吼。阴暗。派去南方的士兵转来哦，伫遐巡视完毕，一切良好，无掠转来任何人吼。今仔日有一只胖船出航前往南方去掠鱼，载11个人。4月11，微弱的西南风，打扫的天，下晡2岁决议，胖船奥兰号、Zealand 号、West Friesland 号、和Utrecht 号吼，将会这是几只船？1、2、3、4只船吼，将会由高级大工 Simon Cornelis 带领，做100个勇敢的士兵、32个水手甲55个新仔人，伫咧本国个14号，就是3天后。或者是15号出航前往马尼拉航道去查埔，就是去遐掠啦吼，去查迄个对马尼拉回航时仔的时仔胖船吼，要踮咧遐顺翼到，搁再来的6月15号，2个月哦，也决议讲，阮要伫咧将要举行的即个南区地方会议里。要来开会，福尔摩沙人宣布含阮北区的人所宣布同款的内容，希望会当统一伫咧福尔摩沙的统治，而且也要照阮和龙桥社的君主所拟定的条款，看是毋是会当和其他的君主订立同款的条款。今仔日有一只细只胖船对南方载咸鱼来到遮，载10个人。4月12，有凉爽的北风，落雨的天气，无用你准备迄寡要前往马尼拉航道顺翼的胖船的出航事情，并且装备所有的需用品。今仔日也写4张中文批寄去希腊，互生意人 Bendiok、嘉心、Jan So 是第一道看着吼 ，Jasino 用来严肃来劝告因，一定要遵守因所承诺多处的诺言吼，就是因答应的代志啦吼。陆续再来大批的白青丝甲其他所有答应的诗号等等。
今仔日有一只细只胖船对南方载咸鱼来载12个人，4月13。透北方有打扫的天气，阴暗天乌的时阵，胖船猪万号转来港内。昨下晡，该船伫距离淡水8里的所在去遭遇着对北方吹来暴风，因为伊的台损害去只好航回处地就是伊要去淡水的就无法度回航的时阵无看见本来伫后壁迄只快艇 Breskens 号，因此遂下令该船需要修复，伫明仔载搁再航往淡水。今仔日有3只胖船出航前往南方，要去载查载22个人。4月14，有西风打扫好天。今仔日迄4只要航往马尼拉顺翼的胖船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士兵嘛已经拢上船咯。阴暗会下令，若是风甲天气稳准，明仔载就要出航，奉上帝名航往该处。下晡有一只大胖船对福州来到遮，载来900桶50篮，又搁750捆的粗灰仔，甲3000罐的西拉米亚酒，载46个人。阴暗受到团导 Andres Marquinhos 对大楼社所寄来的一张批，写讲南区所有的长老将会伫本个月16号对大白连社来处地，将会按照预定的时间来参加地方会议。今仔日有9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再有一批胡椒、大香木、鹿仔肉、咸鱼、盐甲藤，合计载有410个人，也有一只高野船对南方前来，载8个人。4月15，4月15哪会遮久走袂出来？发生啥物代志？歹，网站敢若佫出问题啊！4月14，过来4月15吼。4月15有凉爽的北风打扫的天气。早起天光了后，约1点钟，胖船Holland 号、Zeeland 号、West Friesland 号甲 Utrecht 号出航，就是要去马尼拉吼，去要去抢人物件啦吼。出航前往卡波德巴林瑙，巴林瑙是菲律宾遐的，对啊。下底主卡嘛是写吼，我就会记诶，就是菲律宾吕宋岛西边的卡波林瑙，即嘛还有即个所在就对了。我来看一下地图。当然，即个所在对古早有即嘛有啦。我意思是讲，伊的地名即嘛搁伫诶吼。错无？Google Map 竟然无。我用巴里瑙，菲律宾。叫做班西兰
班师兰吼，也汉语有安尼翻的。巴厘岛，菲律宾巴厘岛卢松岛西边吼，西边的一个，那敢若半岛的一个尖尖的所在遮。哇，真水呢！这个所在，其实菲律宾是一个足水的所在，伊的海波吼，拢应该是足水。但是我相信各位可能拢毋捌去过，这是伫咱接近的一个所在，结果咱对其实认捌无介多吼。好，再转来第二只吼，讲天光了后1点钟嘛吼，即寡船出航要去即个菲律宾西边即个巴厘岛遮，要照互因的指令去查迄个对马尼拉回航西那的航船吼，愿万能的上帝来保守因，互阮的目标会当顺利达成，互因会当健康来载着建立品转来，就是意思都平安转来吼。航船底曼号码出航，搁再一次航往淡水。该船是伫本个月13号，因为强风以及丧失伊的台啦吼，所以来航回处地来入港。下晡，Jules Van Bergen 对新大目港社转来。该社伫阮的命令之下，由约200个新港社人、大目港社人、甲目加利湾社人放好小甲厝，所有的厝、田、树木全部烧掉。哇，遮歹！因为因违背阮屡次宣布的禁令，因离开新港去遐住，有查甫、查某甲囡仔，拢总60个人。由上述的原住民甲因带转来新港，而迄7个上主要的主脑，今仔日也带来阮遮，为着要防止因逃走，将会将会吼无意警戒性的处罚，就是找一个好时机要甲因处罚就对了吼。今仔日有3只航船对列屿来到遮，再来100担盐、400袋米、32支条啊、21袋棒啊，甲1000罐新拉啤酒，载101个人。然后一只小只航船对南方载一批茶来，载12个人。4月16。西北风打扫的天，早起有一只航船出航前往安海，再有一批护照、盐甲大洋木载55个人，也有一只航往南方去掠鱼载12个人。今仔日有3只航船对金门来到遮，载来200袋米、130担盐、30担面粉、27桶生果的菜头、300罐的新仔啤酒、10包豆仔、20担乌糖甲8袋粗棒，载61个人。今仔日议会决议，对搁再来的5个月，伊开始将会通知西那人，为着要增加公司的收入，对再来即个台湾市镇以及再去含原住民交易的所有的乌糖、西那的蜡烛、薰草、阿拉克酒、油、鱼油、各种的油脂。油脂啦，吼，佛罗摩萨丁、蒜蚵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商品甲杂货，将来必须要缴纳所得的税率互公司。同时，每一个用来烧阿拉酒的即个鼎吼、锅炉啦吼，迄金。每个月敢若纳2里尔的税吼，以后必须要纳3里尔吼，就是用来结酒的即个鼎啦，爱扣税吼。
用来急救的设备啊扣锁就对啦。也决议讲，伫咧上北边的村社，像虎尾浪、自罗山、道路国甲大武人社，伫咧有限的条件之下，以及伫咧政务员甲其他的荷兰人员的监督之下，暂时弃班弃班啥物呢？允准6个、8个到10个新仔人去遐住，因为迄寡村社较大伫迄寡村社原住民的意愿，落去合因交易，并且允准因住伫遐，并且爱为此每一年爱纳合理的金额税金啦看有该有啥物试办要互因去遐住，是方便做交易的款可能是安尼啦。4月17。压杂下晡的天气透西北风，我讲压杂是因为真正是压杂的龌龊。4月17头一句2字就安尼写，龌龊华语安尼读啦台语是压杂啦真趣味，伊就是用压杂今仔日足压杂的落雨的天啦西北风。下晡有2只细只胖船对金门来到遮，载来150稻米、150担盐甲10包豆仔，45个人。要暗仔接到上级商务员 C 传来的消息，伊是为着要欢迎即寡人，就是要来参加地方会议的原住民长老啦所以派去遐是指赤坎为着因为要来接客嘛，所以派去赤坎遐伊讲大部分的酋长对福尔摩沙北边、南边甲东边的村社已经来到赤坎，还佫有一寡人还未来，将会伫明仔载透早来到位福尔摩沙北边也来北边进行才开过，安尼敢袂？好，咱继续看咧看到时应该讲有啥物人会参加即个会议。4月18号，今仔日议长 Maximilian Lemaire 阁下该同 Overwater 先生Van der Eyden 和秘书 Skilemans 约伫天光了后3小时，坐公司的小艇渡往赤坎，伫台湾甲赤坎举行含顶个月21号，歹势，顶个月21号所述所讲的烧香的礼节迄个仪礼啦迄个仪式但是呢，到迄边以后呢，含政务员 Cornelis Caesar 事先特别派人来甲因讲的安尼。看到还佫有几个村社长老也未来一部分是因为落雨的天气耽误，一部分是因为 Marquinhos 破病致到含伊同齐来的人迟到。即寡人呢，伫咧下晡到位因为即天已经无法度进行会议，所以就准备讲要延后到明仔载来举行。以便会当对透早就来开会伫咧前来参加会议的即寡人当中呢，上显要的人就是比南社首领的兄弟，叫做 Paulus， 或者是写做 Balmonic， 以及龙桥社君主的兄弟，叫做 Gelowan。伊住伫咧特别的村社，而且甲伊的兄弟真无相像。此外，加维安社会对注脚讲，可能就是加平社伫咧屏东县太武乡
加维安干社也派因的首领当中的一个人来。该社有战士500人，也阁有另外有4个小村社附属伫该社。该社则伫咧数工前，几工仔前，将因的枪甲矛寄互议长，枪着枪啦用来开始寻求和平，开始来寻求和平甲友谊。因即个代表呢，现在就是要来建立即种关系，派去带领因的迄两个阮的士兵，受到该社真大的尊敬甲友情，尊敬到甚至迄个首领拢亲自陪因去到村社外面，而且若毋是因为拍败反叛因的即个部属所以要来举行庆典伊也阁会派伊后生或者是兄弟来洽看参加地方会议，就是意思讲，因为伊要举行一个庆典啦因为拍败迄个反背因的部属若无因其实会阁派人来派伊后生甲兄弟来参加即个地方会议。伊也阁伫5方的人面头前就是伫荷兰人面头前。甲4粒头甲剁落来因为迄4个人毋肯像因共款和荷兰人结盟对号哇，就是毋愿顺着荷兰人的直接剁头落来伫咧荷兰人面头前剁头。龙桥社的君主和伊的后生拢无来主要理由是伊的兄弟嫉妒伊的地位。有人讲，伊甚至想要来取代伊的地位，龙桥社啦，伊伤慢接到通知，接到时阵，其他的长老拢已经出发了。伊一个人毋敢经由迄寡村社前来，所以伫咧即一天，伊食一顿较晚的即个中昼顿来结束迄寡长老拢被热情款待，一直到因拢尽兴愉快。并且有所消遣。4月19，早起透早大家都咧无用要准备开会所有代志。死者先生嘛已经及时命令各村社的长老，真有秩序来伫咧一张真长铺有倒军的桌仔来遮就坐。因坐定了后，议长就该动随行的议员来进行已经安排好的地方，由60个士兵环绕啦绕是，看一下看一点。绕就是绕，或者是绕绕也是绕，环绕讲已经由60个士兵环绕联军做着联军做落是下设上务员助理甲其他的人我看今仔日记偌长，4月19。嘛算长啦咱来甲看。进入正题以后，就以上次地方会议时已经上述的方式来因提出下列的事项就对了就是议长已经接替伊的前任，被任命做首长。因是毋是愿意伫咧各方面证实以后会顺服议长阁下，如同以早顺服前一任长官安尼？这一项由 Joseph Van Bergen 先生用新港语言来叙述，由马里马伦社的长老欧维用大白人的语言，由达瓦拉用达洛奇的语言，由凯朗用塔加布的语言，并且由布鲁斯
Abolus 就是巴拉摩尼用卑南的语言继续来叙述，继续来读就对了吼，并且详细来说明。对此，大家拢宣称愿意顺服。此外呢，拄则我念遮尔侪，你看吼，内底有几种语言吼，我念互你听吼。新港语、大目连语、塔洛奇语、塔卡布尔语、帕拉莫里语吼。我毋知有写落来无啦吼。我看嘛，进入正题了后，就以顶一次地方会议所已经上述的方式来因提出下列的数项，就是由议长已经接替伊的前任，被提名，因看因是毋是愿意伫各方面来证实以后，要顺服议长阁下，如同以前顺服前任长官呢？即一项有即寡好，所以可能无一定有写落来啦吼，但是都是用即寡人用即种个人的语言吼，甲即个命令搁重复一遍安尼啦吼，可能无写落来，我理解吼。好，咱继续看咧。此外，因今年垃圾吼公司，我为什么特别要查看是有写落来？因为我咧看讲，因迄当阵到底有退偌济春虾吼。即个制作即个字啦，吼，做即个，当然是罗马字啦，吼，但是无写吼。此外，因为因今年垃圾公司，所以用因各自的语言来因表示感谢甲即个赞赏吼。咱知影讲有新港文书嘛吼，迄是希腊雅的语言吼。啊，新港文书，另外呢，因翻译圣经，就是迄当阵对荷兰迄边遐已经圣经印好，印两本纸吼，两本福音书的即个经文印好，但是未付再转来。台湾遮迄应该嘛是新港文书，就是希腊雅的文字啦吼。所以其他国写是毋是有问题？我目前毋知，我印象中敢若南部有一个写原来有啦吼，但是我袂记是对一个写啦吼。好，咱继续来看日子吼。此外，因为因今年垃圾公司，所以就用因各自的语言来因表示感谢甲赞赏吼，并且随甲因讲，若是会当，将来上好是用落坡来垃圾，也提供每一年爱换几啊张落吼，并且爱培训少年人，就是爱培养少年人吼，以便有人会当。替换或者是伫咧死亡的时阵来担任该职务，嘛甲因讲关系着长老甲教师的差异，吼。各位啊，你有想到拄则因讲这，就是其实伊是用，你会当讲这是封建啦吼，封建制度吼，但是其实是伊这是算是要安怎讲，就是有任期的吼。有任期制吼，毋是一个人自出世吼，做甲死吼，啊，权力落条的，啊，死了后，佫因后生佫煞接落去做吼，毋是安尼吼。你看，你当看出伊即个，是毋是因的少年人，是毋是因的有血缘的即个时岁，我是毋知啦吼。但是至少伊是拍算讲哦，阮权力互你，但是你权力毋是你落条的吼，逐年爱换吼，逐年这是逐年爱换的吼，所以无可能讲即个权力拢伫咧一个人手头吼。
甲因讲关系到长老甲教师的差异，就是长老是做啥物代志，先生教子的是做啥物，以及这两种职务无适合由共一个人来担任，嘛甲因讲关系到爱甲其他人牵出因的春社的代志，以及理由，但是理由咱拢毋知，进前佫讲要互其他人去带伫个即个春社内底，含关系到要尊敬牧师甲其他教会人员的代志，并且命令因凡事拢爱政务员报告，以便由伊来按照情况设法处理。也讲到关系到建造几间新教堂、新学校、教师甲探访团队的主体等等的代志，就是教师甲团队要大个厝啦，爱去啦，并且讲即寡代志，只敢若需要甲即个政务员讲并且服从政务员，毋免听任何其他的人。所以真正权力其实嘛是伫咧荷兰人手头啦，伫咧荷兰人的政务员派伫咧各地的即个政务员遐，上权力上大啦，也讲到关系到特别而且佫特别甲因讲，因为有一寡村社的原住民较野蛮好战，所以因会可能会有特意来因的临时厝边的即个村社发动攻击。即当阵会使大胆来反抗，勇敢来自保。如果讲，就是讲人来攻击的时阵，因会使起来反抗，如果讲当阮的士兵经过因的村社的时阵，必须爱互因一切协助。不过，如果有人要扮演伟大的主人，或者是因要求超过需要的物件，毋免听因，爱甲情形甲阮讲，这一切拢详细甲因讲，就伫宣布啦，像顶一次伫咧地方会议所讲的安尼，也甲确实有路用的理由详细来甲因讲，互因学了这一切，并且答应来遵行，特别是迄寡各项甲各条款，一一分别叙述，分别来讲，分别来念互因听，拢会遵行，随后因按照命令，甲因的官汤放落来，放落来，以便重新来接受富有公司标示的其他的官汤。不过事先真清楚，用有效的理由来告诫，告诫因讲，无被选着的人，拢袂使伤心或者是生气，所以因着接受官汤，以激将来答应退台正式的宣誓，表示愿意对议长和公司忠贞不渝，并且忠贞不渝啦，并且愿意服从伊所有的命令。随后，每一个人就搁再去家己的位坐落来，得到颁发官汤的人呢，含因的各村社的名称是如下，好，所以下底就是各社有摕到官汤的人的名单，名我就袂念啊，我敢若讲人数就好，好，落长我来念一个，但是你听过你就知影讲荷兰人统治伫个南部。大约是几个社大约伫啥物所在？有个所在咱捌讲过，你可能有印象啦好，来开始。比马巴、比南三个，加拉托南两个，这几个人就是几个长老的人数啦这长老拢是有摕到官汤的加比安干就是加平毋是敢若加平伊写4个村社写做一个加比安干、马西、罗达、多沙沙因、
一个他波亮大目连大目连后壁有汉字，我就直接汉字去念出来他波亮大目连4个，班丹丹万丹2个，邦索亚4个，塔加里昂体扬下4个，瓦隆马里马伦下4个，家庭下4个，内力下力力力量的力下4个，刷电脑打扰下4个，滴答站大德机大折机大德机折是恩折温德德大德机4个，李林哪走南部去啊？李林2个，West Talibolo 是迄个西塔利布，甲有西嘛有东东是 West Talibolo 东塔利布西边2个，东边1个，达利古拉无汉字2个，塔加布无汉字2个。巴波拉斯蒙利2个加林吉昆林楼1个，罗邦无汉字1个，沙巴扫把1个，拉戈诺斯无汉字1个，兰吉2个无汉字。Sobron 无汉字2个，塔拉瓦维亚下底拢无汉字啊，直接就读塔拉瓦维亚2个，巴瓦瓦伦1个，加罗邦1个，图奇卡当2个，利兹梅尔1个，Poesic 1个。来参加南区地方会议的北区春社名称甲出色的长老人数如下：2个来自新港，2个来自苏朗小朗，2个来自塔木港大木港，2个来自北高罗昂北加里湾，2个来自马岛麻岛，1个来自迪罗山朱罗山来为。所以朱罗山是原住民名呢，来为这个Girimers 李林的人来做翻译。最近台南因有开发一个，不是开发啦，因有甲一个公园整理出来是一个树林溪边的树林荷兰时代就有记载即个树林，但是我无印象咱是毋是有读过无定伊也读过，叫做Hagenas Bush Bush 就是 bush 就是树林我袂记用汉字安怎翻台南市政府用的汉字海纳敢若是赫尔哈拿的款即个国民党议员就就有意见讲用即个汉字赫尔哈拿什么几名等歹势我查者，我讲实在我嘛足赞成国民党议员讲即什么几名，伊只汉字翻的啦咱我因为我记袂牢，所以我只好来显一个Google。我无看台湾新闻，所以我毋知影是毋是台湾的新闻有报啦，无定恁拢知影。叫做歹势所以我倒来倒去倒袂准叫做哈赫拿尔森林哈赫拿尔
哈赫纳尔当然嘛是为着各位支那人、各位希腊语的即个所翻译，互恁念的嘛，无可能是用台语读的嘛吼。哈赫纳尔伊是哈赫纳尔，是即个荷兰文原文。来我查一下吼。我即摆看的是台南市政府市府新闻哈，哈赫纳尔首度亮相，森林秘境年后开放哈。竹溪是台南市市区唯一一条自有天然水源的河川，继承着清圣祖康熙年间台湾府治的府城北境。竹溪伫民国45年。经选列做台南12胜景，竹溪伫过往有真侪自然生态林荫浓密，鸟语花香，有记载这只捌是文林雅士喜爱吟诗作对的场穴。伫竹溪中游地区，全台最古的不是竹溪是坐落于此。竹溪市边仔凤凰吊桥后面的山门极具特色，也有大树、动物的雕塑等等，经过设计卡斯保留落来，用入伫新景观。即卖已经成做民众日常运动、游说、赏景的人文场所，吼。悄然吼。稳于竹溪市边仔的即个浓密森林像那吼，虽然位处南区铁国公园边仔，却仍然罕至即座森林最早伫17世纪便已记载伫文献史料甲古地图，其名为哈赫纳尔森林吼。各位这是华语吼，我袂用台语读。哈赫纳尔森林吼 ，Hahenars Bush 来。我主要是我要请迄个 Google Translator 甲咱读一下。我27分哦，歹势，我今仔日这篇读袂了吼。来。Hagenaarsbos. Hagenaarsbos. 来，再来一遍。Hagenaarsbos. OK， Hagenaar， 所以是哈赫纳尔哈。OK， 对我就歹念嘛吼。国民党议员当然就有意见吼，什么哈赫纳尔吼，恁就是竹溪，就是恁就好一下即个。较好中文名，大家较惯势，讲爱接地气，毋是讲定爱个接地气吗？你哪毋用台湾人惯势的即个地名呢？吼 ，OK。所以足侪人当讲，我支持，当然所有反对国民党的对即个议员绝对足袂爽吼。但是呢，我要讲，当然嘛，毋是讲我完全赞成即个议员，我完全赞成即个议员莫用哈赫纳尔，因这是华语嘛，这是翻译做华语嘛。你直接用啥物？你直接用即个荷兰语啊，直接都写即个拼音啊，哈赫纳尔斯博士啊，而且甲大家讲荷兰语就是安尼读，各位啊，请用荷兰语读，请惯死拼音文字，请惯死即个拼音文字的本身的即个读法安尼，直直莫写汉字嘛。所以我就感觉，你甲地名写汉字，就开始就是灾难的开始啦。你各位就知咱读过遮侪地名吼，你若写做汉字，我就实在毋知要哪读。连即个哈赫呢，我看过几遍，我就是佫读袂出来吼。OK， 哈赫呢是海野人啊，吼，海牙人的意思啊，这是海牙人的森林吼。原本的意思就是安尼吼，哈赫纳斯 bush。OK。你著读哈赫纳斯博士就好啊，佮读那哈赫纳尔，我嘛感觉足莫名其妙啊，讲实在吼。
但是我毋是赞成国民党的议员吼，讲啊，你叫什么德亏什么树呢？我拜托诶，啊，就较早文献安尼写，敢袂当安尼用吼 ，Hannah's Bush 吼，一定要写恁汉人捌的，因为要写恁国民党尤其是要写做恁华语听有诶好念诶，听甲水开安尼，再爽就对了吼。好啦，歹势，我无代无志，讲对遮来吼。29分出1分钟，咱个读了吼。拄则讲参加南区地方会议北部的春社，咱其实已经读过嘛吼。甲自罗山，甲来是即个李林的人做翻来为李林的人做翻译吼。讲即个应该是讲自罗山即个吧吼。即寡一切办了及新长老拢选出来了后，甲因迄寡无被选到的长老犹原。甲因讲委员必须爱守规矩，吼，好好表现，安尼将来阮会搁较关照因。此外，因全体来劝诫讲，将来大家拢必须爱像朋友安尼，像共一个出面，共大家共一国啊，就对嘛。恁各位即嘛拢是我荷兰国的嘛，互相和平相处，就敢若像北区春社所表现出来安尼的好模样，吼。因若必须爱日常爱上课，爱去上学啦吼，爱去付即个学啊吼，安尼就会当搁较接受基督教的教义。每一个人也着要劝导因的邻舍来和公司来结盟，前来即个城堡，并且来参加地方会议，因为所有的人拢会当自由而且坦然来，并且会当自由离开吼，因会当。将会看到讲，住伫阮的保护之下是原而安详又搁和平吼。所以呢，伫咧询问迄寡含阮新结盟来出席会议的新人吼，来含因询问啦吼，甲因问吼，看是毋是要甲其他已经纳税的人安尼吼，伫咧明年含因同齐来纳税公司。对此，因宣称讲，拢准备要和因的邻舍同齐来纳税吼。随后，热情又搁轻松来用邻家来款待因，因拢真欢喜快乐。餐后吼食饭了啦吼，下晡又搁过一大半，因着请求辞别，要转去因家己的兜吼。所以着允准因离开。因此，大部分的人即一天就离开了。因按议长该动伊的随从转来城堡遮吼，伫咧天黑的时阵顺利转来到遮。好，咱甲即篇读了。真其实真感动，讲即嘛。像台南市政府哦，因即个400年，各位啊，咱毋通袂记，咱拄好咧读即个咱也写日志，其实拄啊好是荷兰人来台湾400年吼，1642年到即嘛拄好400年吼，所以咱今仔日等一下读即本其实就有意义的啦吼，只是拄啊好啦，毋是讲我真正挑工经即当阵来读啊，是拄啊好啦吼。OK， 到遮啊，明仔载休困吼，后日咱再搁继续来读吼，1644年日咱野城日志吼，一工一工读，虽然有时仔足无聊，好，我看一下芭比的笔记。就是德亏嘛，或者是即个哈赫，我若汉语又读袂出来吼，哈赫纳尔森尼吼，哈赫纳尔斯 ，OK， 安尼到遮咱规版吼，感谢各位，欢迎新朋友吼，恁若加即个房间，伊就通知恁来上课吼。好，芭比，多谢乖，再会，大家再会，嘿，加认真，多谢大家。